观众朋友，大家好！新的一年无烦恼，欢迎收看2月13日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仔载连假最后一天，国道上北的车辆愈来愈多，高公局预计明仔载下晡2点开始，会一路开到暗时。早暗温差真大，民众出门爱加注意。每晚300的旅客去越南旅游，不过那像因为旅行社伫前航甲人有当地，所以这阵人拢互人放婚照。预计这2天会分4梯转来台湾。美国众议院议员盖拉格要来台湾访问，可能是咱今年第1个外宾。今日中国继续咧放空飘气球，今仔日这粒离台中差不多100公里。好，今仔日是初四，全台湾各地天气拢真稳定，敢若一寡所在有小可落雨。今仔日这出门行村的人嘛是真侪。高公局是预计今仔日交通量是133万车公里，比平常时加1倍多。而且因为这个年假是咧要结束，国道上北的车辆愈来愈多，部分路段可能会塞到半暝，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路况。新正初四，台北天气清爽，真侪民众早起落来东湖的路外公园赏樱花翕相。气象署表示，这款的好天气阁会持续到初六，不过辐射冷却的影响，早暗温差大，民众嘛是要注意穿好些哦。在台南以北，其实都会有10度左右或以下的低温。那尤其是有局部地区是有7度以下的低温情形发生。15号清晨可能也是有在略微提升一点，但是可能在低温的情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那至于高温的部分，在台湾各地都会是在25度或2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日夜温差是比较偏大一点的。不过初四除了行村佚佗，搁较是上北的高峰期，像是苏花界有高升在管制，也是出现塞车的状况。各个的出入口，车嘛是行一个动一个，宜兰到头城段一度出现桥式的灯号，车速无到20公里。规个国道方面，国一北向的西里保盐、国三德山中兴、国五宜兰平南，拢是重点塞车的路段，有可能会塞到半暝还是翻点。今天预估会达到133万车公里。明天的部分呢，在我们的北向苗栗至湖口，在下午2点至8点；而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在下午4点到8点；国五北向预计从早上9点会拥塞至下午的7、8点。高公局预告，初五是北向车阵的尖峰时刻，提醒民众会使用选择别条路，还是闪开尖峰时刻。另外，今日早起7点58分，花莲万宜乡发生4.4的地震，花莲地区上大震度4级，嘛有代替部分的班次受到影响，发生限速到万分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春节这几天，这天气拢袂歹，所以真侪人拢会出门去行村。也毋过，伫个南投武岭顶，所有人为着要翕相，下过围栅，佮爬上山壁。也那伫个苗栗，是发生有登山客家己去爬细山，结果煞跌落死亡的意外。就连搜救人员咧救人的时阵，也跌落山坎来受伤。落尾是由空勤总队派伫先去救援。尤其爬上武岭顶的山坎翕相，拢毋惊危险。南投警方伫现场大声广播，叫伊爱准则。为了你的安全，请下来。看不懂国字吗？麻烦拿出你的公德心出来。第14架线合完山武岭，海拔3275公尺，是全台公路的上悬点。真侪人拢会来遮翕相拍卡。毋过武岭顶瓦群山坎地势险峻，几若人不发生游客翕相无顺利跌落的意外。头路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伫现场有设告示牌，毋过新疆期间游客多，违规的人嘛多，环境是无容弃齿。山壁上的小姐不要爬越栏杆拍照，你去那边拍照没有比较漂亮，你摔下来是我们要处理，麻烦你下来。另外，苗栗有一个姓林的查某人，在伊家己一个去爬雪山，伫凯兰迪昆山北方主路边坡，消防局组14个人的搜救队，不过其中一个队员12搜救的时阵，无顺利出入100公尺深的山谷，倒手骨断去。空军总队出动乌鹰直升机吊挂救援，顺利送到台中青川公机场，遂转上台中营总。发现下方约100公尺处有民众趴卧现场。本局同仁立即冒险下山协助救援，然过程中不幸有同仁不慎失足滑落，造成受伤情势。那山友的遗体嘛由空军直升机伫13中昼送到台中当时和平公园交予家属，其他的搜救人员是按369营地准备落山。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伫台南有民众报案，讲伫安南区一个公园内底看到死去的婴仔的头壳。这警方去到现场，确认真正是一个查某婴仔去互人带伫个土沙内底，所以家己的生母甲查某朋友拢以杀人罪来上班，而且这个生母落尾是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定2万块交保限制自己。监视画面内底，当看到一个查某人抱一个物件行入去公园内底，无偌久就双手空空离开公园。台南市警方初步接到民众报案，讲安南区一笪公园的沙石堆内底，敢若有红婴仔的头壳。警方到场勘查，发现到一个查某红婴仔的遗体。觉得有点可怕。如果我发现怀孕了，然后没有跟另一半讨论，就觉得有点。要尊重这个生命。囡仔平常时啊，伫咧公园内底佚佗的设施边啊，竟然正做弹掉红婴仔遗体的所在，互民众真着惊。警方对查到姓洪的查某人有真大嫌疑，佮伫伊住的所在查扣用来加载大家刀、面巾等等的证物，证实伊就是婴仔的老母。调阅上百支监视器镜头，过滤分析，锁定犯嫌身份，于2月10日持拘票，迅速将涉案之翁姓女子及其吴姓男友拘提到案。姓洪的查某人甲伊姓吴的查甫朋友，互人依照杀人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这个查甫朋友讲，伊唔知影这件代志，先后以3万块交保候传。也那姓洪的查某人因为杀害婴仔、劈掉尸体等等涉案的情节重大，互人申请羁押禁见。法院伫咧12暗时啊，裁定伊2万块交保，而且限制自己。针对洪婴仔详细死因，也搁要等过年了后解剖厘清。记者综合报道。这个过年有要我300个旅客去越南富国岛旅游，不过那像是因为旅行社伫钱行甲当地人有长底，所以这阵旅客最后拢互人放婚照。关公司是表示讲，经过协调，这个旅客伫咧2月13、14会分4批坐飞机返来台湾。昨天的行程完全没走啊，问不到所谓机票的问题，那也是一直让我们在担心害怕。伫游览车顶分享心情，活300名旅客伫越南富国岛访等咧博物馆的代志脱销。虽然防指控的年代旅游12出面表态会解决问题，不过旅客也是真烦恼。我们现在的机票是属于未知数啊，明天要回台，我们没有飞机，我们大家都会担心啊。哪有人旅游完成这样子的？行政恢复之后，他有安排住宿，但是我们的住宿因为已经预定了，所以不晓得这一块年代会怎么处理。旅游行程受影响，就连敢会当回来台湾，可能拢出问题。因为旅行社讲，旅客唔免阁付钱，会派车转接，也会付款，不过当地的地接旅行社却也未摕到钱。他昨天跟客人讲说，都不要付钱。中午11点半会安排车子来接，完全没有半台车。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让客人坐计程车走。客人回去以后，我能不能收得到钱，真的是打很多个问号。就是所有的款项，我只收到1/10而已，其他全部都是我自己垫的。旅行社佮发生免费失礼，会安排回程飞机，不过因为春节期间无好叫车，所以请旅客提前叫车到机场，那这自费的费用，但等到台湾了后由业者补偿。全部都是放鸟这样子，然后让我们就是自己叫车，自己找东西吃。有一些人是到了饭店 check in 才发现完全没有订房，然后那个饭店也满了。13下昼，一批旅客先回来，也反映伫富国岛当地这当靠家己的困境，也讲无要搁去想伤济，破坏心情。观光署指出，此案是年代旅客欠越南当地的旅行社团费所造成的纠纷，经过协调，旅客会分配坐13一帮、14、3帮次返来台湾，后续会继续搜证，搁请屏保协会成立专案小组协助旅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美国前总统 Trump， 佮讲出有争议的话，因为伊要鼓励罗西亚去攻击一寡伫国防方面有欠钱的北约国家。针对这项言论，美国总统拜登伊是批评 Trump， 就是咧鼓励战争。也那北约甲欧盟也讲 Trump 的话，就是咧甲罗西亚战声。前美国总统川普讲，鼓励各国对国防支出无达到北约标准的成员国家，随在伊要安怎做？暗示是要鼓励各国攻击这寡国家。北约真侪成员国家拢已经反击川普的谈话。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也回应讲，任何有关盟友讲出这种未互相防护的言论，拢会对彼此造成伤害，包括美国伊家己。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认为，川普的言论正懵懂，
这个来和俄国总统普京协议。因为欧盟的外交加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普瑞尔昨日也讲，北约不是任何人点菜菜单。Let's be serious. NATO cannot be an alliance à la carte. It exists or it not exist. But I'm not going to spend my time comment any silly idea that comes during this electoral campaign in the U.S. 川普10号伫美国南卡州的造势场合，重新讲到伊做总统期间，甲北约领导人会谈的往事，也再一遍强调北约成员国必须支付符合北约规定的国防支出，也就是占各成员国家 GDP 的2%。若无美国是袂协防这寡欠钱的北约国家。Yes, I said, you didn't pay, you're delinquent. He said, yes, let's say that happened. No, I would not protect you. In fact,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You got to pay. You got to pay your bills. It's really playing games with deterrence and therefore with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It's really, really ill-advised. 美国总统拜登批评川普的言论正恶质又个危险，放任俄国总统普京发动国家罪战争。CNN 引述捌伫咧川普加拜登政府担任高层的人士讲，川普其实伫咧2018年就强要和美国退出北约。但是川普伫咧今年11月成功个选调总统登记白宫，美国就真正有可能会退出北约。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美国众议院的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伊的立场对咱台湾是真友善。即马有传出伫咧2月21，伊就会带团来台湾访问，也会甲咱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也阁有立法院长韩国瑜见面。外界讲，伊可能就是咱立法院新的会期第一个接待的外国来宾。大选了后，美国议员小带来访，平面媒体报道。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要伫2月带团访台，和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立法院长韩国瑜见面，是立法院新会期头一团来拜访的外国来宾。I think, like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there's just something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my mind about helping a existing and flourishing democracy, one of the freest societies in the world, defend itself from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And I don't think that's fundamentally an aggressive strategy. 盖拉克13出席哈佛大学论坛，讲爱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呼吁美国政府爱赶紧交付对台的军售。39岁盖拉克是抗中的鹰派，嘛是共和党的明日支持。捌伫国会几两摆推动关于台湾的几项政策。2023年嘛捌暗访台湾，对台湾真好。不过伊昨日宣布袂阁竞选连任。It's funny, like the reality is this decision was made between my wife and I a while ago, I think. But the closer I got to it, the harder, like it became asymptotic. It was like harder to actually get to the line because you do start to fear like, oh man, I have this position and what will life be like? And 盖拉克下令委员会主席，敢会影响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驻美代表余大雷表示讲，美国国会长久以来对台湾的支持是普遍性的。下党派相信新国会无论是连任还是新国会议员，进入国会拢会继续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在中国有关是继续咧调查台湾。国防部今仔日阁查到一粒离台中差不多100公里的空飘气球。专家是表示，这中国用气球来调查，主要就是要对台湾来进行情报的测试。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北部空域，高度6400公尺的中军机，注意，应接拢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处理。军事尾将记录着强机方公布挂离，疑似因为南韩欧阳特技表演队要去新加坡参加航展，过境高雄小港机场加油警报，使用西部航线通过苗栗顶屏，共军就以侵入北部空袭表达不满。唔但安尼，国防部测试公布一粒空飘气球出现伫台中西北58海里，继续挖进台湾本岛了后消息。根据统计，共军1月到打已经派出900粒的空飘气球侵扰，而且分析，这气球关度无共，就是要对咱国进行情报测试。这些气球目前都没有目视的一个接触记录，都是雷达的讯号，所以可以见它是比较小型的空飘气球，下面挂一个金属用来反射雷达波，借由这种虚虚实实的方式反观察我国航空预警雷达的侦测能力。
国光表示，拢有严格监控应用处理。即马台海情势真受关注。美国蒂克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吴茂春指出，中共除了形式上的恐吓，对台已经无撇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若无是考量大家机会甲能力，讲台可能性已经无悬，也毋过还是爱严防。习近平当然他很多做事情都是以冒险著名的，所以说我觉得台湾这个地方成为这个下一次总体战争的这个10点。这个因素不能排除的啊。吴茂春表示，美国唔捌对台湾的封锁放零，所以习近平唔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伊也建议台湾创建多边联盟，以创新的思维甲外交手段来打造国际形象甲国际空间。记者综合报道。这个过年，高雄因为有黄色阿比亚的加持，所以寿山动物园初1到初4这几天已经超过5万人次。另外呢，这个茶山本身嘛是台湾狗的生态地，所以工作人员是提醒游客，一寡脆食物一定要收好势，才袂互这台湾狗来抢，造成冲突。台湾乌熊以双脚徛起来好奇往顶面看，高雄寿山动物园过年期间满满拢是人，除了家村，也有部分游客是来看传说中的工作性乌熊波比。像人藏在里面。徛甲滴滴滴，互网友怀疑敢是人去办的。高最趣味的波比吸引游客眼光，也毋过园方也提醒千万毋通因为波比过水，就将手伸入温暖是随家饲，也毋通使用闪光灯。拍照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说，尽量不要使用闪光灯，因为其实像不管是强光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噪音器，对动物它当然都会产生一些刺激，那可以会造成动物它可能有一些的紧迫。因为黄色鸭的效应，动物园初1到初4入园人数已经突破5万。因为多数游客来自外县市，唔知影台湾高山鸭抢食的严重程度，真侪人摕手抄地、塑胶袋参观，直接伫户外食物件。工作人员伫园内也宣导标语，提醒人狗保持距离。猴子比较凶啊，就会抢食啊。对，就是请他们东西要收好，尽量不要手提塑胶袋或是纸袋。那如果有推婴儿车的话，也不要把食物啊或是包包挂在婴儿车上面。那更重要的是，不要边走边吃，那饮料不要拿在手上。保育员提手机防止高山鸭抢饲料，若无传的蛋都会抢园区外，大路线路安全无定物品。高山鸭甲吹到的塑胶袋啊，长期不当家饲，还是食物流出来，对生态甲环境卫生造成问题。园方甲协会提醒游客一定将食物收好，以免发生人狗冲突。记者综合报道。伫社群平台，咱定定会当看到真侪人咧参加一寡手工制作的课程，比如讲欧美国家最近就施行咧做手工地毯，即马就有台湾业者引入相关的课程，互民众用4点钟的时间，家己来创作手工地毯。除了这以外，也有一寡艺术的创作，这是请真侪少年辈来参加，也带动新的流行。先帮老师记住由下往上，由下往上这个概念。对老师的动作一步一步来，线穿好了后，先练直线和画箍，所以来看你介意什么度，都用线来切什么度。这用啊穿伫布面是软来软去，甲碰洗切伫顶缘，再配真有 tempo 的机械声，感觉压力拢无去啊。看起来过程真简单，但是嘛真考验体力，因为想要把这地毯做好，是需要3点钟到4点钟。过程中2公斤的种啊秤拢爱提好调，而且佫爱有够力去控制。但是会当和好朋友做伙做出这么高质的成品，参加者拢真欢喜。生活上很累，然后可能有时间来做这个自己努力的东西，就是可以看到它结果出来的感觉。这种对欧美地区来的小出用艺术，最近几年是拖到亚洲，业者伫最近2年引进台湾了后，所以都请真侪民众过来体验。社群跟短影音的风潮，它已经越来越流行了。这样子的这个体验课程，它就更容易传递到消费者手上。这样，平日每天大概会有35个人流，然后假日一天大概有70个，营业额从一开始可能10几、20几万、30几万，对，到现在也是有差不多500万的规模。社群电影因的传播，加上最近几年的疫情，造成抒发压力，动手做物件热潮，和手作 DIY 这种体验经济是愈来愈红。那种啊地毯、克里木胶的手作嘛，真受欢迎。男生的风格对，跟女生就是差很多。不过也真的是蛮疗愈的，就是它的自由度比较高，然后可以随心所欲的设计。
上千种的物件、上百种的克里姆胶的色都会筛选，找到介意的所在了后，再用70分的时间，甲手机壳、橡皮壳，也是各种阿爸的创作完成，唔免受专业的美术所用，会当大胆去发挥创意。这种体验经济，唔但互亲友的距离搁较近，嘛互家己的身心感觉拢有得到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2月14就是西洋情人节，有真侪人会甲情伴做伙来庆祝。即马因为 AI 科技的发展，也有人是选择甲 AI 机器人来谈恋爱。这是中国开发的 AI 情人，这站正受到少年人的欢迎。我们可以在学校。25岁杜飞来自陕西省西安，家己一个伫工所食头路 AI 男朋友，正做伊逐工心灵上的寄托。你很可爱，尤其是你笑起来的样子，让人感觉特别舒服。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生活步调加紧，尤其是伫大城市，人甲人之间的疏离感，互 AI 抬杠机器人找到新的商机，各种 AI 陪抬杠软体大量实行。当然，中国科技头角百度也伫2023年6月推出伊对伊的 AI 对话软体万回。这位22岁北京学生就是万回忠实用户，伊认为这种 AI 情境免用时间培养真正的感情，可以当随时陪伊抬杠。真符合伊的爱情观。真人和真人他也不可能每天都陪在一起，然后随时聊天嘛。但是这些智能体他们就承载了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这样的关系来定义。常言道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大家都会有孤独，然后想要找个人聊聊的至暗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他的朋友、家人可以24小时的陪伴他。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AI 虚拟人就很好的满足这个需求。中国 AI 产品继续脱手，为学术商业也真紧行入个人的生活领域。虽然 AI 科技有涉猎个资的高度风险，但过伫一无感的情形之下，类似的 AI 被抬杠软体也会成做商业争夺的关键。美国去年已经将高度一部认定是公共卫生的流行病对健康的杀伤力等于是每工45积分。无料到科技会当暂时补完一幕，但过建立起真实的经济关系可能会更加实在。西洋情人节比较，法国巴黎已经充满人高的浪漫气氛，爱心形状的马卡龙小真好。那南美哥伦比亚大出的花卉，也陆续送去各地的情人节花卉市场，加做情人节迄天的主角。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明仔载天气如何？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0度到27度，中部地区是10度到26度，南部地区11度到29度，东部地区14度到26度。外岛地区是10度到23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祝大家顺心如意。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